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樓市頭條，我係主播曲豪。到咗2025，零首期仲喺度割韭菜，韭菜徹底慌晒神，係上車良機定係透支未來嘅甜蜜陷阱呢？3月14號發佈咗一個消息，表示根據不完全統計，由舊年嘅12月份到而家，已經有山東、新疆、吉林、山西、遼寧、青海、廈門、浙江等10幾個省份嘅金融監管局專門針對零首期買樓作出咗風險提示。首先，根據舊年5月份央行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嘅相關通知嚟睇，國家心入邊嘅紅線其實係首套房首期比例不低於1/5，二手樓不低於2/5。就算套因城施策呢個萬金油，零首期點樣睇都有啲低過咗頭。其次，據國信部數據發佈嘅舊年全國發拍房大數據分析報告，舊年發拍房掛拍量係657842套，同比增長51.69%。其中，單係前5位重慶、成都、鄭州、武漢、昆明嘅發拍房就高達100190套。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數據顯示，舊年因為零首期買樓斷供導致嘅房產拍賣數量同比增長咗2成。零首期買樓呢個概念，我按照時間範圍喺百度上面搜索咗下，可以揾到嘅最早相關信息喺2008年12月份廣州房地產網發嘅一篇綜述，講嘅係廣州嗰陣時郊區部分樓盤經營零首期，甚至仲免埋稅費添。而真正喺網絡上流行起身係由2017年開始嘅。呢兩個年份，前者係著名嘅4萬億救市，後者係所謂嘅史上最嚴調控年之一。唔難睇出，零首期買樓往往出現喺樓市形勢唔係咁好嘅時刻。再結合前面提到嘅相關數據嚟睇，無論零首期睇起身再點樣親民，亦都改變唔到其高風險嘅本質。呢啲嘢好彩嘅話就避開咗，唔好彩嘅話咁就係韭菜啦。零首期唔單止係一種形式，並唔拘泥於發展商 show 操作，譬如政府亦都會發起。2003年12月份，當時嘅美國總統小布殊就簽署咗美國夢首付款法案，呢個係每年2億美元嘅首付款資助計劃，明確咗會俾收入低於一定水準嘅買樓人提供首付款補貼。跟住討論已久嘅零首期亦都通過咗。美國當時咁樣搞嘅原因，至少係之一，就係為咗令到更多嘅家庭可以擁有自己嘅房屋。當然呢件事由結果嚟睇比較微妙。因為樓市火爆咗幾年之後，次貸危機就出現咗，而呢個零首期亦都被認為係成因之一。我哋近幾年亦都有類似於零首期政策，不過一般都係伴隨住人才或者人口政策一齊嘅，增加人口嘅同時，總可以消耗庫存，一舉兩得。呢度再舉多個武漢嘅例子，據金融界消息，今年1月26號，武漢光谷發佈咗關於持續促進東湖高新區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嘅政策措施，想利用9條新政嚟刺激該區域嘅樓市。整體內容簡單嚟講就3點：第一，符合新9條，亦即係符合楚天英才、武漢英才、應屆生、多孩家庭、部分職業等要求嘅買樓人，可以根據自身條件兌換各種首付抵扣券，理論上最高去抵29萬。第二，契稅、住宅專項維修資金全額補貼。第三，如果喺武漢冇房，買樓嘅時候每個月仲俾500蚊嘅租房補貼。以綠城光谷貴府為例，101平方米嘅戶型，首期大概20萬。理想狀態之下，人才補貼10萬，加應屆生5萬，加職業補貼5萬，加舊房換新3萬，等於23萬。試諗下，唔單止零首期，仲倒賺3萬蚊，睇起身係一筆好買賣。2月27號消息，分析人士認為呢個政策係有機會促進觀望嘅買家加速入場嘅。而根據房天下嘅數據，啱進入3月份嘅時候，東湖高新區嘅新樓均價超過2萬1每平方米，環比上升1%。不過問題係，唔少人買樓最後都係要變現嘅，而前邊所講嘅好似同二手樓冇咩啦能。房天下數據顯示，而家東湖高新區二手樓均價1萬6每平方米左右。而且由舊年9月份到而家一直都係呢個水準，不為政策所動。換一句說話嚟講，新樓好唔容易 hold 返嚟幾十萬嘅補貼，結果一交樓，補貼冇咗不單止，由於二手均價明顯低於新樓，
變相令到每個月嘅還款亦都變多咗。呢嚿肥肉好似始終都係吞唔落去。如果話人才買房政策係無意識設置嘅零首期，都可能令到買樓人跌入陷阱入邊。咁一啲房企精心包裝之下所推出嘅零首期，簡直就明晃晃嘅刺刀啦。華星在線舊年6月份就報道過，當時長沙就有唔少嘅樓盤推出咗零首期活動，宣稱無需首期即可簽約，與供發展商墊付等等，就好似天上掉餡餅咁樣。但係好多人意識唔到，餡餅入面包住嘅係鐵，會掟死人㗎。舉個例子，一套標價200萬嘅單位，通過高評高貸，將房屋價格評估到接近350萬，貸款合同價虛抬到240萬。買樓人唔單止零首期，甚至可以喺銀行貸到40萬覆蓋前2年嘅月供，聽起身好爽咧。不過實際情況就係，一套只值200萬嘅房屋，一番操作落嚟，倒爭銀行240萬，仲未計埋嗰100幾萬嘅利息。按照3.6%嘅利率嚟計，每個月嘅利息接近6000蚊。不過冇辦法，呢種操作吸引咗大批資金緊張嘅剛需人群。發展商同中介將類似嘅操作包裝為政策紅利、過村冇點等等。部分樓盤嘅單日成交量甚至激增142%。同上述高評高貸類似嘅，仲有首期分期，亦即係發展商幫你墊首期，分3年償還，年利率高達1/5。一旦逾期，唔單止面臨高額違約金，嚴重嘅可能連房屋都收埋。咁都仲未算，騙貸置換首期聽講過未呢？部分中介或者房企以更加好咁通過零首期政策為由，叫買樓人偽造流水，註冊空殼公司，虛構經營，跟住另轉身就攞住呢啲資料貸咗幾十萬消費貸出嚟俾首期，美其名曰零首期。呢種情況，銀行一旦發現抽貸、收樓、黑徵信都係輕嘅，特定情況之下，話唔埋仲有可能由民事變刑事，一啲都唔好玩。講嚟講去，呢各種神奇操作嘅背後，其實就係樓市去庫存壓力之下嘅飲鴆止渴。喺呢種環境之下，冇市場辨別能力嘅買樓人，基本上淪為咗韭菜。高盛近期對中國樓價進行咗預測，認為要到今年年底先至會企穩。其中新樓呢塊預估仲有2%到2.5%嘅空間，而二手樓要到出年先至會逐步平穩。而呢啲時候，為咗更好咁樣轉嫁風險、回籠資金，部分房企甚至會將零首期單位打包成理財產品，承諾高額年化收益率吸引投資者，雪上加霜。喺多重壓力之下，一旦出現斷供潮，就會引發房企、金融機構、買樓人3重違約，可能會引發區域金融震盪。為此，重慶、鄭州、廣州等多地已經發出零首期可能加劇樓市泡沫嘅警示。零首期就好似興奮劑，一針落去，短期之內去刺激成交，營造一種加快去庫存嘅景象。但係興奮劑打多咗會變成耐藥王，就會連帶出各種嘅副作用。北大房地產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建波喺封面新聞舊年9月23號嘅報道之中表示，係咪零首期最後嘅房款都係一樣嘅？計利息嘅話，咁肯定多過嗰啲俾咗首期嘅。亦即係話，零首期所減輕嘅前期壓力並冇消失到，而係轉嫁俾咗貸款利息同埋月供，成為金融風險嘅隱形溫床。後續如果引發斷供潮，進而波及銀行資產質量，最終可能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我覺得對於當下嘅剛需族嚟講，穩健或者係最重要嘅。要知道，上車嘅最終目的係擁有架車，而唔係拖住個車門一路狂飆，最終捉唔住而被撇甩喺路邊，達到遍體鱗傷。要知道，樓市需要嘅唔係興奮劑，而係令到樓價回歸真實價值嘅勇氣。記住啦，免費嘅先至係最貴嘅。今期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